第16課種蔬菜。祖父退休以後，把他的時間都放在後院的一個小菜園裡。起初，他只種番茄和青椒，後來他覺得應該種些不容易買到的蔬菜，於是開始試種白菜、菜心、芥蘭、雪豆、苦瓜、節瓜等。現在我們不但可以吃到可口的青菜，還能收割到長長的豆角和大大的冬瓜。祖父清早起來，在園裡工作，呼吸新鮮的空氣，這對他的健康有很大的益處。1. 退休 2. 後院 3. 菜園 4. 番茄 5. 青椒 6. 覺得 7. 應該 8. 試種 9. 白菜 10. 芥蘭 11. 雪豆 12. 苦瓜 13. 節瓜 14. 可口 15. 收割 16. 豆角 17. 冬瓜 18. 呼吸 19. 益處